位乡亲牛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15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先带观众朋友来关心今仔日透早上新的消息。将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今仔日透早伫咧台北阳明总病院病逝，食到83岁。施明德伫咧荣总住院差不多个外月的时间，因为肝的关系开刀引起并发症，伫咧选举进前传出病情危险。蔡英文总统昨昏有去荣总治医。施明德是伫咧1941年1月15出世，伊伫咧今仔日透早开往，今仔日嘛拄好是伊83岁的生日。荣总发新闻稿表示，病院尊重家属的安排，提供必要的协助。也那家属嘛感谢各界大家关心。所来看咱台湾总统的大选一个结束，美国驻青代表团昨昏就来台湾访问。不过，并无伫咧桃园机场发表谈话。今仔日会甲各界的政治领袖见面，表达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心。总统大选结束，民进党赖萧培拍破8年政党轮替魔咒，伫大选过当个暗时，也就是14。美国政府正往例伫选后指派驻青代表团以私人的身份访问台湾，包括美国政府国务卿史坦伯格、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也个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15家台湾各界政治领袖见面，传达美国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心。外交部代表伫咧机场欢迎美国政府国务卿史坦伯格，不过代表团无伫咧机场发表谈话。伫咧知影这边台湾大选的结果，美国总统拜登对媒体问题即个呐回答，无支持台湾独立。相信从现在到520就职典礼呢，双方应该有很多的坦诚的这方面的交往。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刘义辉表示，事实证明中国介入选举颠倒得到反效果，希望中国方面尊重选举的结果，理性看待两岸新局，伫咧无设前提之下，甲南方政见沟通对话。另外，伫台交流协会会长大乔光夫也来台访问。我非常荣幸能够得到大甲光夫会长代表日本亲自前来致贺。いよいよこれからまた台湾と日本が手を携えてですね、東アジアの発展と世界の平和のためにですね。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主动甲伊小揽礼仪，感谢几多年来好朋友专工自日本来台湾甲伊恭喜。大乔光夫甲立华昆访团也拜会总统蔡英文，表达希望台湾甲日本的关系会当继续稳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防媒体昨昏下晡讲，解放军去东海演练。国防部昨昏暗时强调讲，国军有严密监控台海4颗雷啊、海峡甲空域的情形，目前并无各样会持续掌握甲监控中国军演的动态。国军对台海周边的海空域状况均有严密的监控，目前并没有异常。有关于媒体报道的共军演练动态，国军会持续的掌握监控。中国国防媒体昨昏下晡透过微博公开解放军的军舰伫咧海顶操演的影片，而且指出，东部战区有几啊只舰艇、即几工组队去东海某一个海峡展开实战化下区海顶的演训，要提升编队协同作战的能力。国防部昨昏暗时发新闻稿强调讲，国军对台海4颗位啊、海峡甲空域的情形，拢有严密监控，目前并无各样。也若中国军方的演练的动态，国军会持续来掌握甲监控。1月13投票迄天，咱台海附近有4只中国军舰甲一粒空飘气球来侵扰，是比英国较少。不过学者讲，即届民进党阁选赢总统，中国会阁展开军事施压，而且未来这4年，中国恐惊会继续用经济来威胁台湾。台湾2024大选投票即天，国防部公布伫台海周边查到4只强舰，也有一粒中共空飘气球超过海峡中线。伫暗时11点出现20分钟了的消息，对比以往明显有较站杂。不过学者是讲，民进党赖萧培胜选，中国会开始伫军事对台湾施加压力。中共两会
召开之前它强度跟频度会逐渐升高，然后从3月一直到520赖清德就职这段时间，大概是频度跟强度会是最高的时候。这段时间共军的军舰应该是会贴近12海里线了。郭友仁分析，第两款议题赖清德会面临比蔡总统任内更较大的中国压力，建议执政党也是无法度甲中国建立公开机制，必须建立台面下沟通管道，通防止误判。若是经贸方面，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定武是讲，中国上急的方式若全面停止ECFA法优惠关税，是对台湾启动贸易战，呼吁新政府应该先设想对策。不过，也有专家是讲，中国亲像真重视投予在野党800多万票，所以未需加强制裁台湾的力量。在520之后，台湾的整个产业或经济的状态，会随着中国不断的就是会有这种所谓3温暖的效应，会反反复复的不断的用这些萝卜跟棍子之间，在台湾的经济上面给予很多的这个压力。安慧心分析，北京当局素来应该密切注意赖萧培因的做法，做出相对应的威胁手段。未来4年内，恐惊会以切延长的方式对台湾进行经济协约。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即届请假去选总统选无调，民众发起要甲罢免的行动。侯友宜嘛甲市民会失礼，强调讲会加倍来拼市政。若罢免侯友宜的网络社团，目前已经超过7万人。若要甲罢免，同意票至少就要829000外张。其中有28列是给3义县，剩下4列是未来延伸8的用的。就是透早就宣示三平线3级机场，国民党侯友宜败选了后，马上恢复市长身份，上班走市政，各为请假选举向市民回失礼，强调未来在市政会加倍奉还。我要在这里给新北市的市民说一声抱歉，未来我一定会加倍奉还，全力以赴，让新北市的建设永不停歇。下午市区设置顺势东行路穿过国道工程，强调为护用路人行车安全，时间要较注意。市政行程满满，侯友宜用实际行动加倍奉还，只是面对败选责任，也强调伊一人扛。怕不要无搞，没有办法完成胜选政党轮替嘛，所以我是要负起所有的责任嘛。不过，民粹社团也要发起罢免新北市长行动，而且社团人数已经超过7万人。因为他在新北做得不错，你反对吗？对，支持吧。对啊，代职参选。这摆总统大选，侯友宜在新北市摕到86万票，甲2022年市长选举115万票，减少不少。根据规定，罢免砍山除了同意票要高过无同意票，同意票要超过原选区选举人总数75%以上。若要成功罢免侯友宜，至少需要同意票829130票。面对罢免的声音，侯友宜今年继续勤走市政，希望找回市民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不过对温度影响无大，咱做伙来看温度。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各地早起拢较清冷。气象署针对7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早起平地温度上低是出现伫咧新竹峨眉，干那8.7度。若日时台湾北部、花莲气温会略降低，上悬温干那19度至22度。若其他的所在，高温是维持伫咧24度至26度，算是真热闹的天气。另外，伫水汽的部分，桃园以北到宜兰较会落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嘛可能会落局部的阵雨，尤其是宜兰可能会上大雨。若大台北山区、华东的沿海雨会较粗，提醒观众朋友，若是出门都要注意安全。这届大选，国民党虽然是正做国会上大党，不过伫咧高雄、台南、嘉义甲屏东，要是拢互民进党赢去。看来这几日的铁票仓，国民党要甲顶动，要是真恶。另外，高雄市长陈其迈这届辅选有功，有不少人拢甲鼓舞，叫伊去做行政院长。选后头一天就开始写票，高雄立委当选人黄捷头一遍参选就选赢，是新一届上少年的立委，也无辜负市长陈其迈小天跨区空降成功。未来会阁加征高雄市长韩国瑜变做新同事，因的职责引起关心。那现在
冤家路窄，又要在立法院相逢了。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命运吧，就是势必要到立法院再继续做很多的攻防。第三选区国民党李美珍对民进党李碧雅是一路激战，不过那样也是无法度突破立赢伫高雄那电竞同款的白色立委。民进党比较会选举，我们努力不够，尊重选民的选择。希望新时代让他们继续改革，继续努力。那我们在后面跟他们 support 吧。那赢检讨无够拍拼，希望新世代改革。立赢副选大功臣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展现地方的实力，接任各界声音真侪。连任的立委也变做2026年高雄市长热门的人选。我必须先把凤山要推动的事情，先把它推动得更好。那未来的规划，我想有很多的变化。暂不用去考虑这些了哈，对我们来说就是把所有现有的工作做好。同款台南区立委也全部是民进党摕到，市长黄伟提无要搁连任，6席立委敢有人要来选？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谈这个其实有点早，但是大家也知道我已经准备很久了，然后那履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没有想到下一场选举啊，我认为民进党比较严酷的考验是接下来的新政局。嘉义县市以南虽然民进党摕到全部立委席次，不过国会无超过一半，这是小郑县市长接班人进前更较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这届在中部是赢到袂少立委的席次，尤其是台中有6个立委选调。台中市长罗秀燕是骨力斗副选，才受到大家肯定。另外，彰化有4个国民党的立委连任，南投毋但马文君5连霸，尤豪嘛选调。也若伫分林的丁学忠是成功选赢，而对手民进党的苏治芬这届是无通连任。选立委成功了后，国民党立委当选人罗定伟透早坐机车用放送头沿路射票。另外，现任议员黄建豪嘛代表国民党选赢，展开射票的行程。上互人注意的也是伫中二选区，颜宽恒打败民进党现任立委林静怡，成功改变世面。所有的立委都会协助市长。然后呢，也要在我们自己的选区，还有大台中的进步，都会尽最大的心力。中二选区选情激烈，颜宽恒选赢，互人认为甲2年前补选失利的民主赢倒转来，也搁再重回国会。台中市甲顶一届比起来，那赢伫8席的立委抢到6席，民进党为6席让2席，那赢改变台中的世面。我个认为甲罗秀燕的助攻有真大的关系。不过，原来有头人认为爱更加重视民意。未来在立法院也可以成为台中的团队，甚至中部的团队。彰化4席立委顺利连任，席次无变。南投县除了现任的马文君顺利得到5连霸，现任议员尤豪嘛打败蔡培辉。南投2席立委拢是拿赢，县长柯淑华助攻有个加分。中央地方一条线可以在友好身上，还有做一个最好的体现。下乡的时候，对南投县所做的承诺，我们会一一的去检视，还有要求。那是分林第1选区由国民党的丁学忠打败民进党现任立委苏治芬。苏治芬伫面册答文表示，人生的选战拍煞。虽然第2选区由民进党刘建国连任，不过伊坦白讲有改善的空间。民进党执政这8年，真的做了蛮多的事情，但是整个宣传宣导的效益并没有达到。大选结束，国民党伫中台湾立委的选战成绩历来，也是未来国会的第1大党。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民进党伫总统大选选赢，国会席次却是无过半，减10席。有关新国会，根据了解，行政院长陈建仁昨日已经甲蔡总统请辞，不过有受到慰留。因若内阁上紧拜四会以旧例总辞，不过陈建仁做到5月20的机会是真大，到时挺好协助团队做交接。所以咱来看中国时报，交通部观光署公布2023年1月份至11月份出国的人数有1074万人次，因若来台湾的旅客有567万人次。差不多500万人次，其中去日本的有383万人，差不多占35%。等于是3个人到1个人是去日本。因若来台湾旅游的日本人，敢若80万人左右。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伫网络顶有人咧卖大麻的种，
有民众会因为好奇，就买来种看卖。提醒民众，若是有成功发现，恐惊就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若是种来家己食的，会罚款1年以上7年以下，并科100万以下罚金。昨昏伫咧国道1号路南苗栗的路段，有一架游览车的司机，那亲像是精神无好，驶车的转去弄路边的护栏，而且可以弄到一台旅行车，拢总有3个人受伤送病院。目前是已经排除食酒驶车的情形，也拿事故的原因要爱调查。事故现场留真长的挡车痕，轰弄到轿车卡伫国道内面的护栏。警消接到报案了后，赶紧出动，把这个车祸的3个伤者送医。那小客车驾驶为胸痛撞到那个方向盘。那女乘客为手部被玻璃划伤那游览车一名男性乘客表示他头部有那个撞到撕裂伤14早起7点外，国道1号路南116.9公里苗栗自求路段，一台由4、5查甫人驾驶的游览车载42个人的旅行团，透早由新北的三峡出发，要去后里看花海。经过这个路段，向去弄到正边的护栏了后，佮向倒边弄到一台轿车，造成2台车拢总3个人车着弄着受伤送医。因驾驶疑似精神不济。导致向右偏移，撞击外侧护栏后，又向左偏移，撞击左侧中线的另外一部自小客车。因为弄到正大力，轿车规个车头拢冒起，警方初步排除啉酒驶车，研判应该是游览车驾驶精神无好造成的。不过是不是有超时工作，也甲确实的原因，爱搁进一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关心，伫宜兰龟山岛外海，昨昏中昼发生火烧船的意外。火是烧甲真美，而且乌烟是一直冲出来。2个台湾籍的船员赶紧跳海，加在去互附近的巡防艇救起来。目前火烧的原因是要等咧调查当中。阵阵的乌烟冲到天边，乌烟当中火阁真美。14中昼，深埔籍渔船用红旗号伫宜兰龟山岛近花海峡作业时阵，熊熊导火。为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只导火渔船伫海面上亲像火球共款。电线走火，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当然就是那个引擎有时打油管打出来，包括跑到电压器那个加热，修钢就也是有这个原因。代志发生时阵，台湾礁省王船长加姓洪船员马上跳海逃生，原本伫附近的巡防艇发现了后，也马上去救援，全力拍火。所有海巡表示，渔船大部分是查或者是 SRP 起的，所以开导火。目前2个船员已经平安由海巡人员救回来，不过渔船用未受了。今天的12点19分，进到海域的时候有发现大量浓烟，那随即我们就过去查看，就发现这艘船跳海的时候，我们有看到，马上把他们救起来，人员都平安。我们用那个水柱来做扑灭来在现场也来观看有没有油污的污染，那现在都还没有发现。渔船伫外海上经过救援，伫下晡2点39分，总算将火势控制掉了。不过海巡艇依然继续在活当中，详细导火原因依然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到昨昏14都已经满100天啊。昨昏以色列的战车是集中火力攻击加沙南部甲中部。哈马斯讲以色列人质的运命其实是掌握伫咧以色列的手头，不过可能有不少人已经死亡啊。自黎巴嫩发射一粒反坦克导弹，射到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一号病体，有人死亡。哈马斯公布一支影片，甲说明讲，这是以哈冲突第100天，向以色列城市阿什杜德发射火箭弹。用这波新的攻击，点起因有关有火箭的战力。影片内面写着，阿什杜德正好炮火攻击，所落来会更较多。以色列是将火力拢集中伫咧加沙的南部甲中部。冲突是集中伫咧加沙走廊的南部干尤尼斯。
有一寡所在也阁发生激烈的枪战。哈马斯讲，因伫咧加沙中部本来只甲马加奇攻击以色列的战车。以色列军方讲，哈马斯有真侪战士被拍死。哈马斯卡萨姆旅发言人乌贝达则是表示，自去年10月初7，互人掠去到即卖真侪以色列人质的命运，就看以色列安怎做。以色列特拉维夫有真侪人质的家属要求政府甲人带带。It's enough. Let's bring them home. 100 days too many. Let's not get to 101. 以色列军方讲已经拍死差不多9000个巴勒斯坦战士，以色列方面有189位士兵死亡。加沙卫生部门讲，自冲突以来死亡人数要到24000人。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对因的战士去年10月初7对以色列攻击表示懊恼，强调不是要求战争，是要争取自由。加沙网络未通已经第3天啊，和吉兰救助更加困难。以色列军方讲，战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领土难平会是重点。遐差不多有200万人正秘伫咧布棚甲临时庇护所。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德语是西班牙甲墨西哥等等的国家真出名的传统活动，高达已经有要500年的历史。当年拢有18万只的牛伫咧德语的活动当中去用刣死。不过嘛，因为安尼带来要100万的工作机会，也阁有4亿美金的收入。伫2022年的墨西哥城，因为动保意识加悬，下令禁止德语。不过伫去年底，最高法院是阁推翻这项禁令，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禁止了后，会影响相关产业的收入。德语所手提红布，声工具愈来愈活，紧张的德语表演，互场边的观众看甲是一直秀出来。墨西哥有要500年德语的历史，嘛是世界德语文化的重镇之一。不过，伫动保人士的呼吁之下，墨西哥法院伫2022年的6月禁止德语的活动，互叫做世界3大德語場之一的墨西哥廣場競技場，即嘛是有夠冷清。Desde los 7 años venía a esta plaza y el hecho de que te quitaran o te prohibieran el venir a esta plaza。但是最近墨西哥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规个变盘，因为动保团体无法度证明德语会造成随着发生，而且无法度挽回危害，而且禁止德语会限制相关产业人员就业的权益，决议要推翻德语的禁令。根据墨西哥国家德语使用协会统计，德语替墨西哥创造20多万的工作机会，包括8万多个直接的工课和14多万的间接的工课。德语业当年阁有要4億美金的产值。Soñamos con torear, con entrenar, con triunfar en esta plaza, escuchar el ole tan significativo que tiene México, la afición tan bonita, o sea, es un sueño que todos los días trabajamos y soñamos con eso。当初是提案禁止德语的人士讲袂放弃，因认为讲德语是残忍虐杀动物的行为，会有暴力影响。Una muerte de un animal porque hay música, una muerte de un animal porque hay mucha gente aplaudiendo. Eso no es una muerte digna, esa es una muerte de un espectáculo, es un sufrimiento innecesario que se le implica al animal。动保团体讲，全世界当年差不多有18万只公牛伫比赛时阵死亡，因联合倒牌的政党议员讲是会拼命抗争，互德语的禁令搁一摆实施。公司新闻讲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伫罗西亚一间电商大公司 Whiteberry 的仓库13发生大火，加在无造成伤亡。罗西亚初步的调查指出，导火原因啊，亲像是电线故障。不过乌克兰讲，这是去互偷放火。根据了解，伫仓库内底有真侪为中亚来的非法移民。来看伫咧喜马拉雅山西部的一个度假的庄仔头，有全球海拔上悬的雏市场。不过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今年雏市场面临无势困境，规个看起是光噜噜，敢若发几支草芽。今年83岁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摕落来，伊是900年来头一个自愿放弃王位丹麦君主。伊55岁后生会成做丹麦国王，有超过10万的丹麦人来参与这场历史性的活动。镜头转来咱国内。国民党即届选总统选无调，有人叫党主席朱立伦都爱请辞负责。也若民众党这边区域立委是两种输气，显示基层的实力无够。蔡壁如嘛讲，党内爱检讨。另外，热清着成功和民进党继续执政，不过国会无过半，或者讲安尼恐惊会阻碍施政。
而且嘛呼吁都要检讨民进党的少年选票是安怎流失。大选结束，国民党总统选书，暗过区域立委成绩袂歹，各重回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暗过哪有检讨的声音？前国民党发言人萧敬言开第一枪，点名党主席朱立伦应该负起政治责任请辞。除了主将要检讨之外，总教练本来就应该要负责。那请问为什么这一次朱立伦不用下台负责？朱立伦发表声明，为含无政党论题，暗过无讲个人是不是请辞。你会跟绿营合作还是蓝营合作？在立院的部分。等一下开会再讲。败选期间，就随找党内部分区立委开会，研究未来国会策略。不过，郭文铁总统票超过300万，区域立委总数凸显基层实力无好。落选的蔡美如要伫台中继续拼，嘛讲党内一定都要检讨。应该大家会静下心来，经过这也给一点时间，那党内会开始收集一些意见，那作为下次改进的一个方针。民进党赖清德延续劣势执政，突破8年任期的纠缠。韩国总统得票率40%，国会嘛无超过一半。学者分析，上少数政府恐惊会冲击施政效能，民进党嘛应该检讨是安怎会流失青年选票。很明显的，这次民进党可能流失一半的一个连续选票到柯文哲那边去了。我想民进党必须要好好去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检讨。学者认为，民众党开创生存空间，除了利用国会关键少数真好运作，地方组织实力爱加强，才有机会突破困境，避免党的消失去。记者综合报道。这届无分区立委3大政党是总包，其他的亲像时代力量、台湾基进是拢无半个实处。也若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就批评政党票的条件太过严格，对小党不利，呼吁应该都要修法来改善制度。预防指数大选结束，无分区立委34席，拿六杯全体，民进党得票率第一，国民党第二，民众党第三，时代力量2.57%第四，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得票率0.93%排名第五，不过时力甲小后民拢无下过5%分配实处的坎站。这次的政党补助款，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应该就只会剩下蓝绿白三大政党可以去拿到这个政党补助款，会永远呈现一种大党很大，小党仍然缺乏资源的情况。他所欣赏的小党没有能力获得5%以上的选票，那么这个选票会浪费的，所以呢就会把选票集中投给确定能够5%以上的大党。因为资源很少的情况，还有像是媒体能够给予的机会也是非常的少。另外门槛过高也是一个必须要来改变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时代力量这几年来持续的在推动宪政的改革。政党票有2个坎站，达到3%，每票每年有50%的政党补助金，5%是照得票率得到立委实处。时代力量要告别国会，台湾基金也无成绩，小后民呼吁，今摆选择对小党发展不利，应该修法条件限制。其实可以思考一下，可以就分开选举啦，因为在分开选举情况之下，实际上小党它的那个在选举中的那个能见度会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一点。学者认为修法降低政党票限制，确对修宪有难度，建议应将总统立委选举拆开，可行度较悬，对小党生存也较有利。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即马2024的总统大选结束啊。民进党赖清德伫选举了后的国际记者会讲，健保会改革。卫生部长施水元昨昏讲，未来有2个重要的议题。包括健保法修法会召开大型的会议，组织社会共识。那另外一个是优先处理人工生殖法的修法。预防指数大选结束，赖清德伫国际记者会表示，会针对健保做改革讲达民意。卫福部长施水元14受访表示，牵涉健保法修法议题，会举办大型会议，引导社会共识。比如健保资料库的支出利用，因为欠缺雇主监督机制，去年互宪法法庭宣告违宪，所以会有专法来规范。针对全部的这一个健康福祉方面的一些资料库的2次利用，就是它的涵盖范围就可能不只是健保的资料库，那我们要把它定出规则出来。另外，这摆部分区立委，民众党2位药师成功进入国会，药师工会专联会表示，希望先和药师立委优先提出药品独立健保总价议题，不止因和每年700亿药价差透明化，也抑制医所诊疗费甲护理人员薪水过低这问题。业界长期在诟病的，他们的诊潮会偏低，700亿让它透明化以后，
第一届诊潮会不足的部分，我们会做一个弥补。因为新国会三党无过半4虽然强调，三党团关心的人工刑事法修法，会列为优先处理的法案之一。医术人员纵容管制执法，因为这份医术人员需求变化，滥用法规来限制玩家，可能无法度因应时势变化，保证维持可行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国军去年实施快速反应射击，官兵都要行步枪、哪行哪往3种姿势来射击，而且枪支若是卡掉咧，嘛会晓处理，符合作战实际情形。这规套的动作要伫咧105秒以内完成。陆军证实，月底入伍的这批役男，第6礼拜会做这项训练来提升战力。模拟战方射击行动，官兵真紧刷到遮蔽的所在，用规立这个射击动作开枪。国军去年对外展示快速反应射击，佮符合实战化作战。官兵的提步枪为115公尺开始走，提枪超过10公尺、25公尺的障碍物了后起标，各走25公尺到射击线伫掩体了后，行规拍3种姿势向75公尺的目标射击，也正式踏入1年级以步兵的身份。新兵入伍之后的第3个阶段，大约是在第6周到第7周之间进行。新兵必须先完成射击的基础训练，在经过班长合格签证之后才能上场。不仅提前快走、调节呼吸，强化官兵心肺能力。射击标靶也区分接轨主靶、拍主靶、掩体后靶，考验射击精准度。各家己排除卡弹的状况，镜头快速反应射击训练，要伫105秒内完成，打造战力强的合格步枪兵。青年日报报道，干部已经练好1.5秒瞄准开火。士兵呢，在射击完毕之后呢，他快速上换弹夹的能力哈，这个时间点其实都有在算的，其实越短越好。那其实这个方式呢，其实志愿役官兵做得到，义务役官兵做得到吗？可以，要经过不断的训练。那这个传统定点拍摄，强加甲实际作战脱钩。专家认为，学快速反应射击对应用多边战场环境有帮助。国军应该学役人加拍实弹。国防部规划，每一个人每年至少应拍1000发，提悬训练资格量。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选举已经结束啊，有部分的民众煞是出现失眠、甲造心等选举正效群的情形。卫生就建议讲，会当暂时较莫看选举相关的消息，会当互心情放较轻松咧。2024总统立委选举结束，开票结果有人欢喜，有人悲伤，嘛影响民众的心情。如果我支持的落选，应该还是会觉得有点失望吧。但我觉得这是民主社会一定要有的过程。就是失望10分钟，然后就没事了。就已经准备下次选举了吧。朱湘新律师是讲，民众关心选情是好代志，不过伤过认真，恐惊影响生活，所以出现失眠不安这个选举症候群。部分医师嘛发现，政治人物拼选举一直讲话加减，拢会闹烧声的病母，甚至国外医学期刊研究嘛根据，大选过了后，民众心肌梗塞的发生率会增加4成2。大选之后，这个5天之内，其实很多的人会有所谓的心脏疾病的复发，例如像心肌梗塞、心律不整，甚至有一些像是心碎症候群等等，其实在临床上都有发现。多数会发生在情绪上面，从情绪影响他的生理，那他可能会不好吃会没有食欲，就感觉好像自己有一个很严重、不可控的灾难想象。朱湘心理师建议民众，选举了后若出现心内不安这个现象，应该远离选举相关的新闻，到户外活动筋骨。转移注意力，若是超过1礼拜，也是有失眠这个症头，应该考虑寻求精神科医师专业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地方上头来看，台东的关山米是真出名。关山农会去年底布产的时阵，都请艺术家用无共色水的稻仔摆出喜气的图形，希望在新正年头会当有一个好彩头。而且即包伫咧产林的稻，天后稻仔发出来的时阵，无共时期嘛会有无共款的面貌。关山镇农会美国学校的观光调产区，尤其提手机的翕相，水产区种的5种色水的稻仔，加做大型围布，2只客家相会图形已经铺出来。它的心这样子，花瓣这样，它还有一个装饰品然后2只鸟对望，然后中间那个就是不管是月亮还是太阳都很美。
关山镇是台东县境量积比面积上大地区。关山农会伫去年底就规划伫美国学校观光产区营造艺术调产，请艺术家用绿、白、红、黄、乌等各种色水的图画，佮配合晒爱心，种出客家原鱼上会水产会，希望伫过年期间带来新春的喜气。这幅图案呢，他想要表现的是两只喜鹊呢，在月圆的时候团圆哈，希望看到的人呢都有欢喜圆满的一个意象。即马这水产会对伫外成长一直到过年进前会出现无共款的风貌。美国学校表示会一直展示到3月。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推萨社区的计划，鼓励在地社区做伙合作，服务弱势族群。草屯的团队今年动员5个社区的志工，定期去访视关怀独居老人。这个专工带这个时代去甲北投做交流，学种果水的盆栽。这一伙人大家是拢感觉真欢喜。驶专车载独居的时代来到南投北投社区活动，现场是人侪滚滚。除了参志工做伙听音乐、做运动、唱歌，时代嘛有早家己种的多肉植物来，每一丛拢是因的宝贝，要来甲大家互相交流种植经验。心情较好啦，等于是种精神的寄托。你像我即马安尼，骹袂方便，就厝也袂用走，也袂用四界拍拍走，就种下植物，东摸摸西摸摸，你要甲精神寄托，安尼看伊直直水起来时候，你迄心情就感觉足好诶安尼。南投草屯镇北拿社区传领的团队，今年加强对独居老人的关心，透过培训志工，定期去探访时代，嘛鼓励老大人出来行踏，活动身体，嘛通结头壳。上重要的是消透因的孤单。然后在这段期间，大家可能透过多肉植物来关怀独居老人，然后大家可以共聚一堂，可以让独居老人去排除他的那个孤独感跟忧郁感。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联合5个社区志工的力量，办各种活动，让这寡老宝贝活到快乐，搁有自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桥头糖厂是日本时代头一间糖厂，有业者甲日本时代留落来的物件整理好势，即马办展览。除了有日本社长夫人咧用的西装台以外，还有一个纪念白糖之父的铜像，希望甲桥头糖厂的历史讲互大家知。桥头糖厂有真侪特色建筑，这栋白石外观，面积有400多平建筑，才有日本味。过去这是糖厂的电影院、医护所，即马加做咖啡厅兼电视馆。伫门口就放一尊雕像，这座是互人号做白糖之父的新度户道造。过去推动台湾糖业的发展，是基美集团创办人柯文良捐予台糖，即马公开予大家欣赏。一尊叫做日本话叫做尼多美纳造，安蒙叫新都户道造。因为这尊其实你也展示出来，伊是按台湾砂糖的老爸，按一般土话安尼是安尼讲啊。除了这尊雕像，还有日本时代留落来镜台，充满西洋风格图案，还有用日本特色雕刻。过去是放伫厂长的宿舍，予社长夫人使用。业者把这栋建筑租落来，嘛为糖厂仓库找出3家百年古物。这2座日本时期镜台甲百年的保险箱，真有历史价值。对，这种叫做锦坡雕，其实是来自日本。富山县的一种特殊的雕法，到这是有200几档的一种的特殊的雕法，所以伫这个化妆台呈现了。高雄桥头糖厂是台湾第一座自动化糖厂，有100多档历史。即马业者将古物展出，让民众哪休困哪啉咖啡，嘛当欣赏百年糖厂的文物。记者钟丽辉、邱朝阳高雄报道。新德市甲教育业者合作出版台语有声绘本《乘风者秘密任务》。趣味度配合台语甲华语2种的版本，小解新德乘风爷设计的仪式，希望会当提升大家对本土语言甲文化的认同。热烈滚滚的顶头表演，这是今年旧历7月半新德乘风爷设计活动，为着让更加多人来明白在地描绘文化，新德市特别邀请教育文化业者设计台语甲华语的乘风者秘密任务绘本。
那新竹都城隍庙有着非常丰富的知识面向，我们选择了习俗文化领域中的第三点玩星空仔作为故事主轴。那相较新竹都城隍庙的其他知识，我想这个活动对于儿童来说熟悉度是比较高的。对于住在城隍庙周边的学童来说，热闹的绕境活动更是生活记忆的一环。民众只要利用手机扫绘本顶面的 QR code， 就当听到台语发音的小解。逐档的迎新红拢是农历7月办的哦。像咱咧孝大安尼，农历7月，阴间的好兄弟嘛会来人间放假。有写绘本的内容，主要是咧讲中原先锋节故事，会当学台语，也会当明白民俗文化历史记忆。我们将知识内容包装成故事剧情，让儿童更好地理解重点资讯。故事中的角色表现、情感转折以及克服困难的过程，更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与共鸣。希望透过这简单的图文的故事，让咱的囡仔会使熟悉得参中原先锋节的在地文化，也提升因对本土语言甲文化的认同感。新德市文化局指出，先锋节必备任务绘本。目前除了在新德市的图书馆看会到，已经送去国小当作推广台语的教材。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人讲食甲老学甲老，伫咧家己新港的乐龄国画班，这学员拢是55岁以上的聚会人。即马因伫咧每年的美术馆办展览，希望展现这时代因学习的成果。用目镜来画叶仔了后，才搁倒伫画纸顶面。上课的老大人，大家拢沉沉看。老师讲，各种物件拢是画水墨画的材料，只要有创意，人人拢会当是画家。我去路边挽草啊，像这啊，还有花啊，还有类似。阮当的盘啊，小盘子，我都摕来当，当了这效果搁这么好。那个包包很美妙，它是用那个口罩，我们平常戴的口罩去画出来的。像讲用喷的啦，用印的啦，这呢对阮来讲一种用耍的方法来学，会搁愈欢喜。嘉义县埔子的每年美术馆内底，即马当咧展览100多件来自新港乐龄国画班校园的作品。校园为55岁到90多岁拢有，国画班为2019年成立到今，毋但举办真侪届的展览，嘛互老大人伫学画图的过程当中找到新的目标。我拢感觉真正欢喜啦，因为每一次的展览拢是推动咱要搁进步的力量啦吼。像阮拄则一个坐轮椅的，因为参与了这个课程吼，伊即摆变足快乐的，足健康的。靠着这个画图的这个疗愈吼，互伊心情慢慢吼，这2-3天安尼慢慢行出迄个伊的心情的这个郁卒啦吼。老师表示，传统的水墨画对技巧、笔法都需要真长时间的学习。老大人透过印、画、搁有捏的方式来学水墨画，毋但互老大人好学有成就感，嘛互因伫退休的生活当中培养新的兴趣。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体育消息，咱来看咱国跆拳道的女选手罗嘉玲，13确定摕到巴黎奥运参赛资格。罗嘉玲讲，这互伊免为着资格赛题的烦恼，会当有搁较侪时间好好准备奥运。包括罗嘉玲在内，目前咱台湾伫咧巴黎奥运的7个项目已经摕到18个参赛资格。再来，咱来看这礼拜的体育周报。不敌东京奥运摕到跆拳道铜牌，台湾女子选手罗嘉玲13传来好消息，确定摕到今年巴黎奥运女子57公斤级的参赛资格，连续2届拢踢入去奥运。可以在这时候拿下奥运门票，其实就是非常开心的，然后也是自己心中一个大石头也放下来，因为就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好好准备奥运比赛，就不用再去为资格赛去烦恼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定心丸。罗嘉玲最近倒脚也是受伤，倒上参加比赛，又原伫去年成都世大运、甲杭州亚运摕到银牌。因为积分赛世界第1的选手，搁着大满贯赛第1，锁定奥运的席次，也互罗嘉玲以积分第6名，顺利递补起嚟摕到奥运的门票。咱即马已经伫咧巴黎奥运7个项目摕到18张参赛门票。招牌机动作互对手袂负的反应。咱国羽球一家第苏颖伫马来西亚公开赛过关斩将，到决赛是对南韩的球后安世莹，小戴成型21比10摕到第1局，不过安世莹正紧就开始反扑，第2局互安世莹摕到也是21比10，局数有变双方平手。
伫国庆桥双方激烈战斗，小戴伫咧后壁一直立，讲上尾这球回球挂棒，10倍比2的输给安世赢。小戴之前把4遍摕到马来西亚公开赛冠军，正可惜今年只敢拿摕到第2名。另外来看台湾羽球倒手重炮林俊逸，个人第一遍拍入去超级1000系列的4强，13对世界排名第9的丹麦选手安东森，一开始就拄到乱流，几落遍回球出界，和对手摕到领先。逼林俊逸有小可较稳定，加分数牛换，这球落伫个网仔顶拄好过，运气袂歹，摕1分。不过林俊逸也是以16比21胜出第1局，第2局对手火力更较强，相比林俊逸7比21输，停伫咧4强，但是意外是个人上好的成绩。另外，伫国内的台湾棒球名人堂12开票，现任中信兄弟投手教练王建民以52票入选职棒时期竞技类球员。王建民伫2005年拍大联盟，是台湾第3人，8连续2年摕到19胜的成绩，个人累积68胜。球员摕来了，继续以教练的身份帮助台湾的棒球。由52位资深记者票选，看过3/4以上的42票。第2年参加就高票入选名人堂。记者综合报道。医生甲患者看病的时阵，若去拄到真好配合的病人，除了甲苦劝、耐心解说以外，还阁有啥物款的撇步呢？伫法国有一个外科医生，若是拄到要手术进前感觉真紧张的患者，伊就会唱歌好听，互病人的心情会当放互轻松，互手术会当更较顺利。有的人甚至还阁因为安尼，专工来互这个医生看。手术房传出幽闭的歌声，外科医师艾莎恩多伊在准备为病人开刀，拄到手术进前焦虑需要安排病人，恩多伊会为伊唱歌。对刀的外科护理人员认证，每一个病人最后拢会安心困去，连医疗团队拢被伊疗愈到。Ça détend, mais ça détend pas que les patients. En fait, ça détend l'atmosphère générale d'un bloc opératoire. Au-delà d'une musique qu'on peut entendre, là, c'est vraiment la voix d'une chirurgienne auprès de ses patientes. C'est humainement parlant très fort. Ça nous émeut même parfois aux larmes. 伫医生世家出席的恩多伊，真正平顺就做医生，除了继承老爸做医生的工作，也非传老爸声线基因，有一个真好的歌喉。比起做医生，伊其实佫想要真做直接歌手。La première fois que j'ai chanté, j'étais encore interne, j'étais encore étudiante, et je chantais vraiment dans un moment de désespoir. On n'arrivait pas à endormir une patiente qui était totalement agitée, ne voulait pas se laisser ne serait-ce que perfuser. Et donc en me lavant les mains, je me suis dit que j'allais peut-être essayer quelque chose. C'est la dernière option qu'on avait, donc c'était que je chante. Donc j'ai chanté pour la patiente. 伊甲两个医生组成乐团，伫真无闲工作当中，找时间作曲磨歌技，无法度成就的歌手帮，就安尼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现。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太阳能是目前上侪人咧推行的永续能源，不过到2000年，全球要单调的太阳能板动量会达到一年7800万吨。北美上大的太阳能板回收厂目前当地积极的回收甲翻新，或者是甲太阳能板甲拆掉了后再利用。这是北美上大的太阳能板回收厂，伫油麻郡，每工回收的板仔有34.5万磅，相当一年应回收太阳能板6900万磅，应讲是超过3.1吨。It is now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ccessible to everyone. There was no planning for end of life. And with secondary markets, with US's supply chain woes, we knew we could find a way to take those raw materials and these assets and give them new life. 为处理这个功能板，工厂占地有23000平，专门回收纽泽西州甲全国其他6个回收点的废弃功能板，有的只有几条必顺，若翻新就应够用。为着不要浪费这个也可能使用的功能板，业者会尽力翻修，用济了后搁袂出去。We don't want to go to the landfill. That's the last thing that we want to do. There's still life left in them. They're 25 to 30 years.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meone else's trash is someone else's treasure. That we're able to refurbish and remarket that and get it to a place where an underserved community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at. 孙上甲无法度用的太阳能板，就会放伫个团藏的所在，对机器运转拆开。
佮加喙分类制造无共款材质原料，包含玻璃、铜、银、阿鲁米这金属。专家估算，伫全球近10年来推行永续能源的同时，到2050年，全球废太阳能板总当量会有一年7800万吨。所以，太阳能板回收的事业是正重要。公视新闻，陈时东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不过对温度影响无大。日时啊，台湾北部、花莲的气温会略降低，各地拢是正烧热的天气。也那水汽的部分，桃园以北到宜兰较会落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嘛可能会落局部阵雨，尤其是宜兰可能会上大雨，提醒民众多注意。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东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2度至23度。一个未来这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